8個消息，這是母親節進前發生的人倫悲劇。有一個查某囝聯絡媽媽攏聯絡袂到，爸爸的手機嘛攏無接，查囝趕轉去厝嘛無人來開門，就去報警，拜託警察來鬥相共。想袂到門一個拍開，爸爸甲媽媽攏倒佇個塗骹，媽媽已經無呼吸心跳，頷頸有明顯的外傷，那爸爸是昏迷不醒。根據了解，這對70多歲老翁婆為了財產的問題，定定咧冤家，無排除是翁婿殺害掉太太了後，吞藥自我了結。救護車駛入巷仔內，因為這發生命案，一位70多歲太太敢若叫因翁害死，先生是昏迷不醒。消息傳開，厝邊攏唔敢相信。我覺得蠻久以前是有一段時間啊，蠻久以前，可是最近我就很大聲啦，就這樣。正常，都十分正常，所以我們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。代誌就發生在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一間客家厝。母親節前，查某囝打電話聯絡媽媽討論要食飯代誌，不過爸母的手機一直無人接，查某囝趕緊去因兜厝裡看，攏門嘛無人去，趕緊報案。警消廣告場發現姓黃的太太倒佇咧房間內無佇咧喘氣，甚至翁婿是佇咧眠床頂昏去，送到病院搶救。警察調查一個差不多76歲阿嬸，阿媽棍敢若有去用手點過粉食，不過伊和77歲翁婿兩人雙手無抵抗傷痕，檢警就研判可能是因翁互因某啉有鎮靜劑藥化飲料，等到對方昏去，才佫甲害死，所以家己食藥自殺。現場無外力侵入跡象，雙方曾有爭吵記錄，王女倒臥於臥房內，明顯死亡。那配偶的部分，周姓男子則昏迷倒臥在床上，送醫搶救，目前由警方派員介入。根據了解，厝邊某甲警察講，翁仔某兩人為了財產翻真儕年，有當時看過因佇咧商量，或者是聽到厝內乒乒乓乓聲音。翁婿可能不瞞太太，攏甲錢拿掉咧，才會氣甲人害死。檢警會閣繼續調查釐清，只是母親節前發生爸爸涉嫌害死媽媽的悲劇，互囡仔攏真悲痛佮傷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